看过哪一条骨头人？骨头人应该看不到纳米。迄枚骨头人係用小，伊用团种的奶原子，迄胎体方可以用，不过是几种可能，给人讲的剑术可见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维基百科。来罗梦凡，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纳米材料，来当热门的主题应用方法，不过呢有点点难，所以你请到产理学生的田田你来了解嘛，很多纳米材料。好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先生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庄家基。先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丽凡。先生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冠。你都有买过嘛？个产品，难道当波有写按照纳米产品，跟纳米相关的吗？那迄就谈过有纳米的海啊、马的啊，还有伞。哦。谈过啦，冇买过。冇买过，功能用的嘛唔低。唔低都谈过添。你有睇呢？我较少买啦，不过但有看到有着迄有标纳米特色的产品。哦。就了解就迄你都丈夫的始总风啊，伊个师傅落的时间，伊个纳米漆哦。哦，纳米漆哦，防污染的啦吼。刚才问你个问题，你得滴嘛个很多纳米材料定义迄嘛个你得滴冇？那滴糯米。糯米吼，该做生啊嘛滴。嘿，你滴冇？那滴蓬莱米。蓬莱米，蓬莱米，你会说的？唔系啊，讲个材料一胎，你想想看，你看蓬莱米按胎脏没？糯米嘛按胎脏诶，叫做唔错看。你一般讲纳米材料胎色，1到100纳米的那种胎色，很多叫做纳米材料哈。你可以看那张图哈，从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，其实人类呢先发现单一原子的性质啦。后尾呢，你从这样的1930年代以后。你上开始研究很多快材，就是贵的材料没哈，它胎色黑体微米以上，微米就会10的负6，用在中间的呢，就会纳米尺度来发展的。第二就会最台湾唔有那种东西啊，技术冇按好啊，冇办法做按 C 啊，冇办法宽按 C 啊，比如说胎的冇做会气态的啊，所以一张拿动刀。中间呢全部唔低，你啊该出啲下，你要开始研究的，佢胎色，该材料的胎色呢，伫纳米尺度1到100纳米，吼，该做你研究的对象。你啊中间偏发特别的度，哦，当到性质你全部唔了解，但是性质都拿出来用啊，隔壁你发现，当到冇办法解决的问题，你啊就做解决，好，唔对冇？我想问下，该纳米材料啊，同该快材就嘛该木香中啊，就用到嘛该铁缝来用。好，其实呢，你了有同多的发现，比方讲，你发现了纳米材料的导电性、发光性质、硬度，你前面上一堂课讲的个硬度，像比钢含啊硬的东西，还有催化性质，等下我们会讲到这种帮助化学反应的那种过程。那同道的性质呢，全部拿以前冇用，以前冇做过按色的东西啊。第二，你做按色，你做调控嘅胎色，你除了看到同道冇用的物理性质、化学性质，然后拿来用，叫同好的应用。哦，安尼，现在想起底啊，有嘛个较有名的快材，迄里面用纳米，有嘛个改偏模。你来看要么有有5种颜色，有看到吗？其实迄种係2种材料，一种係金，一种係银。你能看得出来哪一只係金，哪一只係银吗？金色就金色，银色。系啊，银色就金色，银色就银。哦，要银色。最主做出诱片的那种係银啊，100纳米的。你看，你照一下光，佢會發出熒光未？但不會佢發出嘅熒光，佢嘅紅色。你看佢做到像球的按樣，直徑90納米啊，佢顏色係白色。哦，我說係。胎色嘅尺寸胎色就決定佢嘅顏色啊，冇共樣嘅發光性質冇共樣哦。所以你講銀做到40納米嘅時變藍色，銅線器你要做會你講嘅尺寸效應啊，胎色冇共樣發出來講全部冇共樣，你主觀看到嘅啊，就是咁樣微米合體全部共樣嘅設計。你講幾咩總顏量咋？100納米嘅
讲的做金色，50奈米变绿色。底部有动神器的机制啊，你啊近边你无讨论。不过你如讲，你动神器嗰种作为用动都无共用的应用啦。你问一下，你第一种咧，你啊先推人你用，古代人有用吗？有推过你哦，推人哦。哎，你有看过那条古推人？古推人应该看唔到奈米。你会用吗？迄枚骨头人係用相嘅，用團種嘅奈米啊，迄原子迄胎體方可以用嘛。毋過實際上可能嘅人講嘅見數不見不一。咱講古代人係用團嘅，起碼唔啲輕用嘅，反正佢都做出來之後嘅，他害怕他搞出來有做出嘅，唔是啲，哦，你看那圖片，你喺住中世紀教堂，你大概會看到嘅彩色玻璃。該人頭該旁邊沒有縫線咧，係，哦，有人出去研究嘅玻璃係乜嘅材質，佢就發現，該藝術片看到嘅放大嘅圖形啊，裡邊有金奈米粒子，佢標記咩落去嘅？頭擺就有誒。嘿，頭擺都佢標記，我佢唔知佢記咩喺底部，係做乜嘅應用啦？頭擺就有，不過頭擺佢唔知嘅，係，嘅奈米，係佢唔知係乜嘅東西，佢做。依照制造流程，你就做誒，比如做出來，做用出後，好唔是第二為什麼？你啊唔係有人就發現，以前都點用啊？個機咩係黃金色的呀？你標嗰啲底部變紅色，你看到那變紅色，你前面嗰張圖咩講，機咩就會發紅色的光誒。古時我一個動作看到嘅教堂，佢啲玻璃都按用法拉빛寶，用到顏色按用。係啊，你500-600年前的呀，底部只有奈米粒子的呀，哦。奈米粒子應用含咧動多，你看過啲磁碟片啊？該做以前你用嘅磁碟片，係你用隨身碟，唔啲底部係乜？其實就會用磁性嘅奈米粒子來做，所以你上一集你講一隻方糖嘅胎 C， 所以儲存一隻圖書館嘅資料，哦，該一張奈米粒子就可以儲存一個訊號，就1跟0啦。該你想看啊？三維3兆方向，就10的，你看看哦，公分是10的負2，奈米是10的負9，幹出3個方向，10的7次方，10的7次方，10的7次方。古數機做嘅多，同多嘅東西，你做會比用10的21次方嘅1跟0嘅數據。我講一下嘅東西，進來進先，唔過做啲重嘅東西係進來。係啊，你嘅隨身碟一塊是咩3G？會唔會8G？加12G？以前用嘅係128。嘿，出來了。這全部橋誒，絕版嘅。哦，因為奈米做係本來嚟種較大嘅東西。係啊，你越做越細啊。唔出啲講哦，佢做係用動多嘅內容物，開出奈米粒子做嘅工作啊。哦，佢含一隻動中嘢嘅應用，很多催化反應。催化。點解很多催化反應嘛？糖嘅面是糖講就係。有上神你講觸媒啦，係觸媒。不過以前當到發明了種觸媒，唔知佢胎 C 去做一胎，以前都像注菜咩？啊，全部得下去啊，然後後用你出來用。你下唔係哦，你下你有纖維素，所以看佢一胎 C 就做乜嘅用？較精準。唔止係精準，你做調控嘅反應嘅能力。以前唔知啊。做到好，唔做做好就用啊！你阿妹唔做好，起碼個演繹咧，你個底行咯行啊好，哦，你他講一般底嘅金啊，冇催化性質嘅，你阿發現啊，唔做直徑啊小於5奈米嘅事件，哦，反應能力大。科技這類嘅，就以前嘅觀念說，進做唔得，做唔得用嘅，進來進先切到到奈米啫，有冇共用嘅？係，就冇共用，就有反應能力，所以按好用。佢催化反應係有2隻當中嘅應用，第一隻應用係講，你當到生活中嘅產品哦，特別係石化產品，全部會透過催化反應出來，佢係有2種當中嘅應用，你了解嗎？像這個提示一樣哦。哪一年有一隻係哪一年環境哦影響到能源嘛？等下你講能源，你先講環境。你第一個用嘅，你嘅汽車嘅排氣管嘛，排氣嘅時間有燃燒不完全，哦，它全部有脫嘅氣體啊，會排到空氣，都影響我們的環境啊。它有點像一個 filter，去把那些不好的東西濾掉。佢沒濾掉哦，也拿一氧化碳、氧氣
然后把它反应，比如说用它变成二氧化碳，变成某土的比如走出来，在空气里边啊，一氧化碳啊、氧气不会反应呢，其实会用在纳米粒子上面来做会反应。变成就会讲纳米粒子嘅触媒力，然后一隻唔好嘅東西，丟向它出來嘅時間就會。特別中性嘅，好冇問題嘅，對身體健康冇問題嘅種。這種動衝咗嘅。係啊，對你環境保護特別重要。係啊，多數就係環境會越來越好，唔過捱每隻跑，然後一陣嘅問題就係生產了到嘅就係納米嘅放射啊，然後會造成你的印象係啊，唔知道咧。其實我就是講，應該冇一隻東西做在對環境完全冇影響吧？第二，你政府底下尋找替代能源嘛？你談過太陽能啊，風能啊，再生能源，做乜做呢啲事情啲嘛？因為資源有限，資源有限，用嘅資源，欲望無限，用嘅資源有限，講下。台灣就冇什麼嘅天然資源，你講睇就用石油好，講石油好咧，冇乜煤礦，台灣又冇乜煤礦，你用所嚟就冇嘅嚇。金條又貴，同貴哦，該唔知道咧。都石油嘅用途啦，石油用途唔但像台灣用途，全世界都會用途咯。cái用途以後用個啥？啲咧，佢就會用科技一下唔講嘅，像咧電動嘅歐多巴啊，錯，海洋啊，錯，你該除了用替代能源都燃料電池，還有一個問題係石油啊，天然氣啊，啲都很多煤，你按照石化材料，其實錯，污染當嚴重，不是我們來替代做在。較冇污染嘅，所以兩隻原因，那一隻係會用太，第二隻污染太嚴重，所以你要尋找替代能源。第二，燃料電池跟土燃料電池就兩種熱門的研究題材，所以尋找替代能源。所以像冬天啊，用種嘅講，沒有隻牌嘅多巴魚做的。你用天池如何？天池你不會用燃料，然後唔係石油，你做乙醇啊、甲醇。氫燃料電池，環保，該你看該有陰極、陽極，該納米粒子用到哪裡嗎？看得出來嗎？可以氧化還原。該氧化還原冇唔錯，不過佢陽極、陰極當波全部係納米粒子，因為佢氧化還原反應啊，唔會自然發生。透過觸媒，因為觸媒你看觸媒當中嘢，該觸媒胎色控制啊，嘅反應能力就會變化。比如說 A 那 B 氣體用它變到 C 媒，跟不同的觸媒，觸媒胎色變化時間，就會變成 D。某一天的 C 會變成一種東西，有很多反應選擇性，咪係動態應用啦。你先生係想去請問啊？你也太較都較重視環保嘛？納米同燃料電池有買關聯冇？伊有買好嘅地方同壞嘅地方冇？做在詳細上同人講。就是說，剛才你講嘅啊，你不管係環保啊、燃料電池，只不過最關鍵嘅技術就係觸媒。觸媒除係你嘅納米粒子，你觸媒全球啊，一年嘅產值可以多冇？超過1000億美金啊！長血當後村，當後村，人家出哪人講？你睇講嘅產值當高嘅東西嘛，係用嘅納米技術。第二，納米粒子嘅控制就係關鍵技術啊，控制嘅好，東西要當便宜。然後呢，你做做環保做會當好，胎色控制嘅好，結構控制嘅好，你嘅燃料電池效率當高。第二，唔做嘛看到無按接用啊，當少用看。圖片燃料電池就會做個電腦啊，然後 iPad 嘅該用嘅電池。不過你也冇看到什麼？你也較挺貴。挺貴嘅。挺貴，唔做唔拉好就當貴啊，比你嘅電池貴，比汽油貴啊。你成本可能較高，迄工作快天跳嘅。做成本嘅問題啊。冇按普遍啊。冇按普遍啊，
咖啡你要做为同好，研究做为同好，个价格就会下降啊。比方讲，人个触媒，你咧触媒动作用白金啊，白金很贵。系啊。错无，你就会发现其他的材料、其他金属的做，迄就当小、当便宜，吼。你出作为取代厉害能源。该下一套你看含一种材料，当热门的奈米碳管的想象图啊，其实像一张水管的，不过它结构全部会碳做的，直径准的0.7奈米。形状牌碳高，那奈米碳管迄枚，N起上才讲的跟碳纤维，对碳纤维错了，碳纤维动强，介很多碳纤维动强嘿，不过你也比碳纤维含啊含啊好的。碳材，你俩每讲该用印度动强的个用途啦。不过你也得为你讲的含鱼站无重要应用，好做应用嘅东西，好给它应用去做电子源。点嘛个意思？电子源就会添置啊，用会产生添置，好给它按用哈。你看奈米碳管，动西直径动西，你做本一点点的电压，你电压嘛，你。插座该电压110伏，嘿，咖啡你那个直径动态啊，都会产生电子啊，动态添压、电压填大，哦，该懂浪费能源啊，要懂谁？讲你会一个冬天，冬天唔会，其实一点的唔自然冬天呐，唔会按大送，唔会按大送啊，你说用100伏的，不能10000伏的、100伏的电子就会走出来啊，你要电子走出来，有懂得用途啊，好。你想想看，那以前有人想要做一种电视荧幕啊，该电视荧幕不能有荧光的3原色，错冇？3原色，你可以激发3原色其中发光的。错。有人出去想过用碳管就做得啦，动上天啊，然后你 LED 的个面板厚度做动非常薄啊。动动研究用 LED 动上天呢。上天，然后做动泡。泡嘿。该使出像啊，该电子源能用来激发该荧光片，哦，出用俩奈米碳管哦，含有个用途去讲哈，做探测器，你嘛探测器嘛，都可以看东西 ，sensor， 伊讲的哈从 sensor，sensor 就讲，假比说，你俩有毒气，一氧化碳做出来，一点点你就会死的啦，所以叫动灵敏，哦，你要用来做呢，你说。用碳管做啊，看做出片嗰只图嗰种像模样，像条条那模样的细款的，开出密密麻麻的奈米碳管。所以我加讲还一只用途的探测器，所以讲有毒气体出来，有添置出去，会游离那种分子，嘿，游离那分子就是会被探测到。哦，中性的一般你懂难探测啦，而游离这样就会探测。哦，你探测到你说，你说底下有。游离伫迄只分子，会像你呢对空气底部都安用的，这个电子游离啊。电子游离都会唔错。人家想问哦，该那边惰性气体你都探测不到，该奈米碳管你就探测不到。没有，你惰性气体一般来讲吼，迄动能量的气体，它不会吸附在一般那个 sensor 上面。第二，奈米碳管都会最有，没吸附到奈米碳管，因为奈米碳管懂容易你做发射电子，你就拿惰性气体游离以后，你就会少一颗电子，就它容易量会多。无惰性气体动能量的问题动好，一般的气体其实迄量唔多的。先生来董上我一点就迄奈米材料啊，伊对你的未来啊，嘅成功会有乜嘅影响还点发吗？你要想看下你前面讨论那个部分啊，如何像印象动态哦。你看，咖啡燃料电池你就会做成功。系啊。你就不是汽油咯。系啊。从某你俩全部是电动车当不全部会燃料。全部燃料冇气。然后你空气会变浓厚啊。你懂得污染的空气、二氧化碳啊，你讲的 PM2.5，当不会产多的这种。有毒气体全部会变色，故说就会环境会越来越好。不过我有一只他那一张的问题就是生产了就是奈米的辐射啊，然后会造成环境的影响的啊，你知道嘞？其实我就是讲，
某一只东西做在对环境完全无影响吧？你讲咧叫奈米粒子，你咧全部讲下好处有冇？当好用啊，你做控制啊，你做燃料电池啊，提升空气好，能源效率转换啊，那沙特阿拉伯买汽油啊，台湾的能源唔是本人控制，知道冇？不过其实只动态问题。有吗？你啊，细这个奈米材料啊，奈米粒子啊，反应能力强好，挺好的。所以它会制造动多的污染，环境污染嘛，有新的污染危机。好，它对身体的一个影响动态，不是人类啊，你特别生产很多细奈米粒子，你的鱼类啊、动物啊，你生的东西啊，全部都黑哦。所以你发展奈米材料奈米粒子，同一时间你就会做环境监测，然后给对生物体的影响啊。同站的问题，同重要，喺像内头就嘛个风色，就嘛个风法，做的都内头生发当中轻普及那种，都在未来做的轻普及那种。轻普及哦，你刚刚一早在讲燃料电池当普及没？好，然后再来随身碟没？它不是去图书馆的呀？你说买一张随身碟，买一张随身碟，全部东西就里边，连上网就不是啊。生活完全被改变。你看该特别材料，把汽车动强啊，减少耗能，没得用的金属材料，咖啡店你的技术材料生产的花费动大的时间，它就会取代你的动多的东西。你发现你全部都会用的，不过它贵，所以它还没有普及，所以生产技术的方面呢还会再提升，它才会完全普及啊呀。你俩懂期待未来奈米生活哈？有一种憧憬。空气又较好，水又较呛伊，东西又较强，又不是，然后买个石油啊。石油还是总冲一个问题哦。你用石化材料产生懂得二氧化碳，二氧化碳有温室效应，温度上升，北极的冰块全部融退，水面会上升6到10公尺，还用个啥？模糊收后带。所以要。懂急迫的问题啦，好，你俩讨论暗度的吼，你得了解冇有乜问题？时常爱漏针条那么针条你又谈唔识啊？咩？时常迄讲都懂清楚啊，铁甲吃都懂清楚。不过可能重要一款较多的，就听得懂名字。唔可能少数啊，冇你用啥？你用啥子都用啊？应该吃了好多懂啦，都可以应用诶。系啊，超冇。不专心啊！每次都做的，俺有2-3只同学读材料系，做的很去到发展较好条的催化剂啊，都较好的奈米材料。所以本来就较小的东西啊，较便宜，大家都做的较普及，都做的卖啊，减少污染那种。听到冇？很有 sense。有应就终于要看较大条的书，按就。你要看林正堂的呀？看林正的哇哈。没问题。好，各位观众，你今日讨论更多有关奈米材料的问题，那给它应用。好，虽然讲有同好制作有点难过，不要紧哈，下次再来一定会更好。